到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肉字第19集91条。友谊伫国中的时，定定拢会甲人相拍国中的嘛就是相拍打架的意思咱即马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读做打第2读做拍，第三字读做拍，第4字读做白好，92条。一大横坎讲无问题，就是他拍胸脯说没问题啦好，那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读做打就是打还是读做贴啦第2读做打，第3字读做踏踏步的踏，第4字读做打好，93条。会议结束的时，伊甲逐个握手甲逐个握手握手会议结束时，他跟每个人握手好，咱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读做握水的握，第2读做握手的握第3字读做还是握第4字读做押金的押94条。这夜明珠互你摸一下夜明珠让你摸一下好，那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叫做摸，第2叫做摸，第3字叫做摸的摸，第4字叫做摸面摸的摸95条。伊若做毋着代志的时，正手拢会扫家己的头壳伊若做毋着代志的时，正手拢会扫家己的头壳，就是抚摸他的头的意思好，咱会较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读做摸，第2读做扫，第3字读做扫，第4字读做呼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